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强烈的冷气团发挥着威力，气温会阁落降。中部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机会来落雪。透早，这个合欢山的母岭挖0度，有大学生是透暝为南口骑机车冲上山顶，其中2个男学生阁赤木体，甲同学做伙来跳舞，这个气氛是真嗨。也毋过有游客爬起伫山壁来翕相，这违法咯，会去用罚款。 就顶看高的变色，就亲像变做雪花屏。远远看过合欢山变做白雪世界，会知影一定大学生为着看雪，半暝仔就冲起到山顶。满暗间伫碰雪无法，这阵少年仔伫舞仔顶跳舞，其中2位查甫学生唔惊冷，直接烫鼻涕。 太热了啊！就想要上来那种热，你看都热到都，你看红掉。嘴直讲真烧热，煞规身躯干甲皮皮喘，含背着感觉哩啦，皮肤含鱼仔拢眼甲红。一阵少年仔为着看日出，早一步为新闻仔口出发来到武岭，无看到日出，毋过看到这些，大家拢介欢喜。 一团来袭，在武岭停车场呢，一早呢就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游客冲上山，希望能够来等雪。那目前呢，大家都是在这边先拍照，因为呢，这个山壁上面呢不但结冰结霜，而且在往上看一点呢，植物也出现了雾凇，看起来真的非常美丽。虽然是平常时下，不过停车场已经停5箱满，为游客为着看雪引起真侪乱象，亲像一阵民众冒险爬起到山壁翕相，涂骹是整骨。 若是一个无雪哩，都可能摔落来。另外，阁有人出动无人空翕机，想要翕到真悬的美丽雪景。不过，这算是踏入过国家公园范围，想要飞空翕，若是无申请，恐惊就已经违法，会扣罚1500到3000。 这部强烈冷气团发挥，北部宜兰海拔2000公尺以上，含中部海拔2500以上关山，有机会会搁再落雪。尤其去到山顶，唔能穿好小路，嘛拢爱遵守相关规范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